在激烈的冰球比赛里，球员竟然可以当着裁判的面正大光明的单挑打架，裁判居然还站在旁邊看戲，這到底是為什麼？有啲咁嘅事？你以為冰球場上的幹架是混亂野蠻，但實際上它有一套不成文的江湖規矩。在開打前有明顯的約架交流，眼神確認後，同時扔掉手套和球桿，這是開波的信號。他們不能攻擊毫無防備的人，不能扯掉對方的頭盔，不能揍雙方的守門員，不能打已經倒地的對手。一旦有一方倒地或裁判認為分出勝負，就會立刻上前拉開結束。冰球聯盟對於打架是雙方罰5分鐘的小黑屋，罰的好像並不重，因為他們理解打架對比賽的好處。首先當然是觀眾最喜愛的節目，甚至都想自己上場。而對於球賽，這幹架不只是發洩情緒，它是一種戰術工具，甚至能決定比賽走向。如果對方惡意犯規得分手，裁判可能只是給個小罰，這時候球隊裡就會有打架厲害的為得分隊友出頭，這能有效震懾對方，讓他們不敢再對自己的王牌下黑手。聯盟之所以不完全禁止，正是因為它在某種程度上反而阻止了更惡劣的犯規，一次公平的拳擊，避免了用球桿或冰刀進行惡意的報復。